大家好，又係我維尼姐 Step by Step 啦。嗱，今日同大家講咩嘢呢？就係講收息股。嗱，中意睇我呢個頻道嘅人呢，應該呢都好中意收下息噶啦。咁我發覺呢，收息嘅人呢，通常有兩類人嘅。一類人呢，就係淨係中意做定期嘅啫，定期以外嘅嘢呢，就全部都覺得係風險嚟嘅，所以呢係唔會做嘅。另一類人呢，就係風險承受能力高啲嘅，例如會買下收息股啦。嗱，咁講到收息股呢，我發覺呢又係有兩類人嘅。一類人呢，就係淨係買港股收息好啦，千祈唔好買美股啊。係因為呢，其實買美股呢係要有稅收噶，我哋非美國人呢係要收30% 嘅股息稅噶。咁所以呢，佢哋就會覺得，哇，買美股收息扣完之後邊度仲有股息剩啊？咁又係，佢講得啱。美股本身都唔係高息噶啦，10蚊裏面仲要抽走我3蚊，剩翻個7蚊雞息，邊度有股息剩？嗱，如果呢你又中意買下收息股，究竟係咪真係唔好買美股收息，淨係買港股收息好啊？嗱，為咗尋求答案呢，我今日呢條片呢就做咗一個深度嘅實測啊！我揾咗一啲真實嘅例子，同大家呢逐隻去講下，究竟個回報差距有幾大呢？究竟個答案係點樣呢？結果就係連我自己都估唔到啊！今日呢條片呢內容真係豐富咯，因為呢我係揾咗呢5隻股份嚟到做比較啊！嗱，5隻股份裏面呢，有2隻就係香港嘅收息股，有2隻呢就係美國嘅收息股，再加多1隻美國嘅指數 ETF， 我從多方面嘅比較，睇下佢哋嘅股息啦、股價啦，仲有總回報，究竟邊一隻先係收息之王呢？係港股嘅代表啊，定係美股嘅代表呢？以下落嚟就同大家拆解下啦。咁首先講下邊5隻股份我揾嚟做比較先啦。咁港股嘅方面呢，第一隻呢就係長江基建啦，股份編號呢係1038。咁呢隻呢係一隻老牌嘅基建股嚟嘅，佢嘅業務呢係遍佈海外嘅公用事業啦，業務係相當之穩定嘅。咁派息比率呢係高達有成80%㗎。第二隻呢就係電訊盈科啦，股份編號呢就係8號仔啦。咁佢係一間呢綜合企業嚟㗎，主要嘅收入來源呢就係嚟自電訊嘅。咁另外亦都有娛樂媒體嘅業務喎，包括佢有 Now TV 啦、ViuTV 啦。咁但係因為呢主席李澤楷呢早年呢就有嗰啲呢玩財技嘅黑歷史喎，咁所以呢有個別嘅投資者呢對於呢8號仔呢就係有所避忌嘅。咁美股嗰方面又揾到邊啲收息股呢？第一隻就係叫做 Home Depot， 中文名咧叫家得寶啊。嗱，Home Depot 咧佢係全球家居建材零售商嘅龍頭嚟噶，受惠於歐美人士咧好中意家居嗰方面係 DIY 啦，咁所以佢業務增長非常之強勁嘅，而且咧股息亦都係過去咁多年嚟咧係持續增加噶。第二隻咧就係麥當勞啦，大家都應該認識啦，佢係全球最大嘅連鎖快餐啦，喺1955年成立，主要嘅收入來源呢唔係靠賣食物。其實佢主要收入來源呢係嚟自租金啦、加盟費啦同埋版稅嘅，擁有非常之高效率嘅供應鏈同埋強大嘅品牌效應啦，係屬於咧美國嘅股息冠軍之列啊，連續49年啊股息增長啊。咁至於美國嘅指數 ETF 咧，我就揾咗 VOO 啦，VOO 咧就係追蹤住 S&P 500指數嘅，cover 咗500幾間嘅企業啦。發行商咧就係 Vanguard 啊，VOO 咧有超低嘅管理費，只係需要0.03%。佢目前咧係全球市值最大嘅 ETF 嚟噶，市值高達1.4萬億，過去10幾年嚟咧，年化收益率係有成10幾個%，被視為懶人投資嘅首選啊。首先第一個比較嘅咧就係股息率。嗱，我哋揀收息股咧，通常第一樣睇嘅嘢咧就係睇個股息率先嘅。股息率咧就係等於每股派息除翻去嘅股價啦，亦即係話你用而家嘅股價買入嘅話咧，你可以收到幾多厘嘅股息。咁我哋而家就睇下嗰5隻股份究竟佢哋嘅股息率而家係幾多咯。咁啊，長江基建目前嘅股息率咧就係有5厘，電訊盈科嘅股息率咧係有7.4厘啊。至於美股嗰方面又點呢？ Home Depot 2.46厘，麥當勞2.25厘，VOO 咧係有1.29厘嘅。美股係要收30% 嘅股息稅噶嘛？其實美股咧喺未扣稅之前呢，股息率咧都已經好低噶啦，2厘幾嘅股息率喺港股嚟講根本就唔會視佢為一隻收息股。扣埋個稅之後啊，個股息率咧仲低過做定期啊，真係一啲吸引力都冇。如果我哋單單淨係從股息率去比較嘅話咧，港股代表嘅電盈咧就係以7.4厘嘅最高股息率咧贏出第一回合啦。股息增長率
嗱，我哋買收息股咧，唔可以淨係一味睇股息率嚟決定嘅，因為仲有嘢比股息率更加重要。嗰樣呢就係股息增長率啦。因為佢今日派嘅股息派得多啫，佢可唔可以持續到先？第日如果佢派嘅股息越派越少，或者派下唔派咁點算啊？所以第二個回合呢，我哋就要比較股息增長率啦。嗱，呢個圖呢就係顯示咧長江基建喺過去嗰15年嚟派息嗰個紀錄㗎。嗱，長建呢算係咧香港裏面呢少數嘅收息股當中咧，能夠咧保持住股息咧年年增長嘅。咁作為一隻基建股咧，業務咧就係趨向穩定啦，盈利亦都係相當穩定嘅，所以派息亦都好穩定。不過可以留意到咧，長建早期嗰個嘅股息嘅增幅咧係比較多嘅，但係近年咧睇到佢股息嘅增幅咧開始係逐步放緩嘅。25年嚟股息嘅複合年增長率咧係有4.8%。嗱，至於電盈嘅派息記錄咧又點樣呢？唔知係咪因為咧佢嘅主席李澤楷以前俾人批評玩財技啦，所以呢過去10幾年嚟嘅財政年度咧，電盈都係用高息嘅政策咧嚟到挽回投資者嘅信心嘅，而且仲經常咧為股東帶嚟驚喜啊！好似2011年嘅時候咧，香港電訊分拆上市咧，佢就派咗啲香港電訊嘅股份咧俾股東啦。喺2020年嘅時候咧，又派咗啲盈大地產嘅股份俾股東啦。而且喺呢15個財政年度裏面咧，電盈雖然就唔係做到年年增加派息，但係從來都冇減過股息。不過同樣地啦，佢近年咧亦都睇到佢嘅股息增長率咧係有所放緩嘅。15年嚟嘅股息複合年增長率咧係有9%。再睇下啲美股係點咯。嗱，麥當勞咧喺過去49年嚟啊，佢都能夠保持咧股息係年年增長嘅。喺 Covid 嗰2年咧，股息咧升幅係有所放緩，但係呢2年咧佢個股息又升翻上嚟啦。所以整體嚟講咧，麥當勞嘅股息係平穩咁去增長嘅。15年嚟嘅股息複合年增長率咧係有8%。Home Depot 又點呢？睇到呢張圖呢，就諗到呢4個字咧去形容啊，就係10級以上啊！嗱，Home Depot 嘅股息呢，唔單止係保持到呢年年係增加，而且仲係強勁咁增加。即使係2020年 Covid 嗰年呢，佢股息仍然有1成嘅增長啊！不過同樣地啦，近年佢個股息增長咧係有所放緩嘅，股息複合年增長率呢係高達17.4% 㗎。嗱，最後睇埋隻 VOO 啦。嗱，VOO 咧就唔係一隻專注咧以派息為主嘅 ETF 嚟嘅，但係佢一樣有股息派嘅，而且個股息咧亦都唔錯嘅。睇下呢張圖咧，睇到啦，其實15年嚟咧，除咗 Covid 嗰年咧股息有所下跌之後咧，其餘嗰14個財政年度咧股息都係錄得正增長嘅，複合年增長率咧係有14%。如果我哋淨係從股息增長率嚟個比較嘅話咧，Home Depot 咧就係以複合年增長率有17.4%咧勝出今個回合啦。嗱，股息率頭先比較過啦，就係用現價嚟計啊嘛，即係話你用現價買入嘅話，可以收到幾多厘嘅股息。咁但係成本股息率呢，就係用我哋嘅買入價計啦。如果我哋買入呢隻嘅收息股之後揸佢10幾20年，咁10幾20年之後個成本股息率幾多呢？就可以衡量到呢，究竟呢一隻股份呢，佢個股息呢增長咗幾多咯。所以而家假設我哋喺2010年嘅時候呢，買入呢5隻嘅股份，去到今時今日15年之後2025年啦，究竟呢隻股份係用翻你當日嘅成本買入價收到幾多厘嘅股息呢？先睇下長江基建先，成本股息率呢係有8.78厘，電盈呢係有19厘嘅，麥當勞呢10.8厘，Home Depot 31厘啊。VOO 咧係有7厘嘅，扣咗股息稅之後係幾多呢？扣咗股息稅之後，麥當勞原本係有10厘嘅，但係之後咧就變到剩翻7厘幾啊，就輸咗俾長建啦。可以見到咧，其實嗰個股息稅嘅影響真係好大嘅。但係 Home Depot 喺稅後嘅成本股息率咧，仍然係高達成22厘嘅。點解會咁高呢？關鍵就係在於股息保持增長啦。Home Depot 咧，其實你喺2010年買入嘅時候啊，當時嘅股息率除稅後都係得2厘幾咋，但係只要呢間公司派發嘅股息能夠保持強勁嘅增長嘅話呢，只要時間夠耐嘅話呢，將來你收到個股息可以相當之厲害，完全係抵消到30% 嘅股息稅所影響㗎。至於電盈呢，嗰個嘅股息增長亦都好犀利，咁但係要留意啦，其實佢個股息增長呢，主要係嚟自早
期嘅。近呢幾年呢，佢個股息幾乎係冇增長咁滯啊。咁所以究竟嚟緊佢個股息會唔會再增加呢？就要睇下究竟佢個業績會唔會再有突破啦。從股息增長角度嚟睇呢，今次 Home Depot 呢又贏咗呢個回合啦。易建聯呢只係僅僅呢輸咗俾 Home Depot。不過咁雖然呢話就話中意收股息，但係其實大家都係貪心多啲嘅。股息增加之餘啊，亦都希望嗰隻股份嘅價格可以升啦。咁樣咪可以又賺息又賺價咯。咁所以我哋咧買一隻股份呢，就要睇下佢個總回報咯。總回報呢，即係話係股息回報再加埋股價升幅嘅回報啊。為咗簡單計算起見呢，我只係將累積收到嘅股息啦，再加埋累積股價嘅升幅啦，加埋起嚟呢，睇下佢個總回報係幾多咯。咁究竟啊邊一隻股份嘅總回報會係最高呢？長江基建呢，過去呢10幾年嚟股價呢係升咗80%嘅。至於股息回報率呢，有成100% 有多，所以已經完全回本噶啦。總回報加埋呢，接近200%咋。至於隻電盈，過去呢10幾年嚟啊嘅股價累積升幅啊有成170%，而股息回報更加高達成200幾個%，加埋嘅總回報呢，有成380%咋。麥當勞咧股價過去10幾年嚟咧係升咗3倍幾嘅，而股息回報咧因為要扣稅啊，所以只係得70% 嘅啫，加埋咧都有成450% 嘅總回報噶。Home Depot 又點呢？ Home Depot 就過去15年嚟啊個股價升幅就厲害啦，股價係升咗成11倍嘅。至於佢股息回報咧喺稅後咧亦都有成150% 嘅，所以加埋嘅總回報咧係高達13倍啊。VOO 又點呢？ VOO 嘅股價喺過去15年嚟咧係升咗成4倍幾嘅。至於股息回報咧就係最低啦，因為始終佢唔係一隻收息股啦，股息回報咧只係得46% 啫。但係由於佢嘅股價升幅厲害啊，所以加埋嘅總回報咧都有成500% 噶。所以從總回報嚟比較嘅話咧，Home Depot 咧可以話又賺息又賺價。Home Depot 咧可以話係大獲全勝啊！買收息股咧，千祈唔好買美股收息嘅，因為美國嘅股息係需要收30% 嘅股息稅嘅，扣埋啲稅根本就冇肉食。答案就係唔一定嘅，因為咧要視乎翻嗰隻收息股佢嘅股息增長動力啦。如果佢股息能夠保持年年大幅咁增長嘅話咧，長遠佢嗰個收息率一樣可以好驚人。股息嘅成長咧，完全係可以抵消到咧稅收嘅影響噶。收息股咧股價通常都唔升嘅，所以長遠不如買指數 ETF 等佢升值好過啦。答案就係唔一定噶，收息股咧唔係淨係得嗰啲公用股啊、基建股啊嗰啲業務成熟嘅公司。美國嘅收息股咧選擇就多好多啦，有好多嘅業務咧係受惠於市場嘅開拓啦、業務嘅增長啦、盈利嘅增加咧，令到公司唔單止持續增加派息啊，而且亦都可以大幅咁推高到股價，股價係可以跑贏大市添噶。最後總結啦，揀收息股咧就唔可以淨係睇股息率噶，你仲要睇埋究竟佢派發股息嘅穩定性啦、持續性啦，有冇繼續增加派息啦，呢啲都好重要嘅因素嚟噶。仲有咧買收息股咧，你唔可以咧諗住買咗之後就唔理佢掉低咧等收息噶，因為任何股份咧都有可能有變質嘅機會噶，你要定時定候咧攞出嚟 review 一下，睇睇佢有冇變質噶。所以如果你又唔想選股，又驚揀錯股，又唔想做功課嘅話咧，咁倒不如就係買指數 ETF 啦，做個懶人投資者。嗱，以上嘅比較呢，就唔係一個最精準嘅計算啦，咁但係大致上呢個方向就係咁樣啦。今日呢個比較呢，亦都唔係話想揀出邊一隻股份最好，邊一隻股份係最差，因為所有嘅數字呢，都係反映已經過去嘅事實啊。但係過去佢係收息之王，又唔保證佢將來繼續都係收息之王。以前年年增加派息，唔代表以後都會繼續增加派息啊。股價以前升，唔代表以後都會升。呢個亦都係買股票你要承擔嘅風險啦。不過與其係風險，如果你肯做功課嘅話呢，其實呢個你亦都可以視為係一個嘅機會嚟噶。好，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，拜拜。